都一直被关注，我也是很头痛啊！谁叫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嘛？没办法，他就是这么完美啊，对不对？我都身为他的粉丝，身为他的代言人，不被关注也是很难的事情。你觉得我很奇怪啊？我本来就很奇怪啊，人的脑袋思维就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见怪不怪嘛。不然我唱歌给你听，都怪我太优秀，在哪里你嫉妒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我有没有危害社会百姓？我有没有杀人放火？我到底犯什么错？我只是长得帅而已，让你在背后嫉妒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难道长得帅也是个错？